我係你嘅人生梳理師 Miss Jane。當我哋成年嘅時候，我哋嘅高等靈魂降落到我哋身體裏面。從呢個時候開始，我哋需要讓靈魂參與我哋嘅學習。成人學習嘅第二個過程係一個好似食嘢之後將啲嘢食暖化嘅過程。靈魂對於呢一個學習內容作出嗰啲同感或者反感嘅即時反應，我哋需要有所覺察。當我第一次聽到關於大天使 Michael 嘅詩句嘅時候，嗰一句他不給出答案，聽到嘅時候，我感覺自己好似食咗一大塊冰，又硬又凍。我有一種俾父母丟棄喺荒野嘅感覺。可能嗰陣時候，我每晚都祈禱喺度問問題，突然發現原來唔係我聽唔到個答案，原來係 Michael 真係唔俾個答案出嚟。我覺得有啲失望。然後我知道我要消化點解我會期待 Michael 給我答案呢？喺呢一個暖化嘅過程，需要好多嘅內在力量。1年之後，我再次聽到呢一個詩句，我發現我已經能夠放下佢唔給予答案嘅失望啦。然後我發現我開始準備好去消化其他詩句。今次觸動我心魂嘅係呢一句：語言係佢置於門外嘅嘢，佢首先要嘅係思想。同一首詩響靈魂唔同嘅狀態底下，我哋所需要學習嘅嘢都唔一樣。今次我會用呢一個成人學習嘅7個過程嚟到主持混沌少年時嘅圍爐小組，希望大家都可以靜觀呢一刻自己所需要從呢一套劇學到嘅嘢啦。記住，我係你嘅人生梳理師，我要帶領你開始你嘅內在學習過程。